明天6、17号了，有收到郭台铭那边什么时候会宣布参选吗？没有啊。现在有传出第3个剧本是他会选，但是不一定会选完。你觉得这种说法吗？听不懂那什么？就是他选，但是不会选到最后。他只是为了要气走国民党不公的初选，他并没有要真正要参选。这我没办法替他回答，这个再讲吧。还是你觉得他在等亲民党的那个门票？他有可能吗？我不晓得，那你要问他，怎么是问我？那他传出声明都拟好了，那你有看过这个声明吗？我没看过。像现在因为就是好像因为你没有要选的话，然后地方上面也觉得就是说郭台铭一直都没有宣布，让大家就无所适从，要帮也不知道该怎么帮，也担心没有母鸡来带。对啊，这都有可能啊。那你觉得郭台铭？那你觉得这样的现象，就是这1、2天是不是可以赶快解决？反正再怎么拖，就拖到明天下午5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郭台铭在等什么？我怎么会晓得？你要问他。碧如姐加入郭办了吗？没有，他说吧，他如果要选，我们才去；他不选，那就不用了，好吗？目前卡的症结点是因为副手一直难产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详情细节我不晓得。你有跟他聊过郭王配的组合了吗？最近没有。是啊，那如果现在就是郭台铭这个因素这么不确定的话，那你要怎么来拉台铭的候选人？会比较辛苦一点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有想说要怎么帮自己当内的？通常是这样的，前提确定以后再想下一步。那因为你之前说，如果他不选的话，你可能会考虑。那如果他现在明天没有名字，问题是他最后1秒再说不选，我们要怎么准备？那17号就是 deadline 了，对啊，会影响你紧急的加入吗？哇，这个太仓促了，这个实在是。这样，可是你们要结盟，然后他都没有告知你说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嘛？这样怎么结盟啊？对啊 ，This is a good question。要你评估，你觉得他到底会不会选？我不晓得，这个每次讲说猜测没有意义嘛，因为有有发生就是1，没有发生就0了，所以对对群体这个统计有意义，对个人统计没有意义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如果明天没有去登记，或者你会考虑吗？如果哇，我跟我天哪，这个是要1天的话，说我怎么处理，我都还没想好了。会是选项吗？啊，我想想看，台湾民众网的官网昨天晚上上线，但是凌晨的时候就发生宕机的事情。就是这样的哦，这个议员有交代，你知道哦，这个党的问题就由党的发言人去回答了。不过是这样的，这很简单，这就是骇客侵入宕机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上有很多没有申请入党的人，甚至有内政部的官员都说收到那个入党的简讯的一个，那这就是骇客嘛，那骇客进去侵入，然后做什么，就是用那个网站在发简讯嘛，那这个就表示说，我这个的确开张第1天就被骇客干掉了。会觉得有阴谋性的针对吗？那这个没办法啊，不过是这样的哦，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期待每个人都善意嘛，所以还是要有能力抵抗。不过这样的，这个有关党的这种事件的发言呢，这个还是请党的发言人去说明就可以。那市长明天涉及个资的话，会想要报警吗？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被骇客入侵，那这些又是涉及个资的事情，这样子的话有要报警吗？那当然要报警处理啊。所以今天就会去报警吗？应该会吧。不过我想他们我的态度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。部分是名单今天开始公布。我是有跟人讲了，第一点还是要走。他们好像还没拿去法院登记嘛，你知道其实老实讲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党还没正式成立的。不过这样的，我们会尽快处理的，而且会分批的，就是说确定了就先公布了，让人家也可以选举上比较方便，因为只剩下4个月嘛。那市长明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不会说什么一批一起公布了，就大概就分批处理了。